จากสถานีใด发车ปล่อยออกได้万象站列车驾驶员报告：发车准备完毕，请通轮主席下达指令。ขบวนมิตรของ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ีนพร้อมออกเดินทางแล้วเชิญทานบรรษา通轮下达指令，发车ออกจากสถานีใด昆明站列车驾驶员报告：报告习主席，中老铁路首发旅客列车乘3次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习近平下达指令：发车ปล่อยออกได้ 明白。ถ่ายภาพทีละหนึ่งหลายคนเก็บภาพ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แต่ภาพเรานี่เป็น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อ้อมๆที่สถานีรถไฟนครหลวงกัน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เปิดเส้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ีนอย่างเป็นทางการท่านผู้ชมอยากรู้ตัวใดสามารถติดตามหรือว่าส่งข้อ连接中国云南昆明和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16点45分正式开通运营。复兴号和澜沧号首发车分别从昆明和万象对开发车。作为两国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和中老友谊的标志性项目，中老铁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呢？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地图来详细的了解一下。中老铁路北起中国云南省昆明市，向南经玉溪、普洱、西双版纳至莫罕边境口岸，再经老挝莫丁边境口岸、孟赛、琅勃拉邦、万荣，最终到达老挝首都万象。全长1035公里，设计时速160公里，部分区段预留时间200公里条件。中老铁路通车之后，结束了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不通铁路的历史。中老铁路在通车之后，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最快只需要3小时24分钟，从昆明到万象有望实现直达运输，当日通达，大幅的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。那么有关中老铁路开通的具体的消息，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正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。连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。好的，黄峰。我现在站的地方呢，就是云南昆明火车站的1号站台。中老铁路的首发列车就是从我们所在的这个1号站台始发的。北京时间12月3号下午16点45分，中老铁路的首发车由昆明开往莫罕方向的乘3次列车驶离站台。那这趟列车呢是时速160公里的复兴号绿巨人，它的运行方向是从昆明出来以后，经玉溪、普洱、西双版纳，然后最终到达莫罕。到达莫罕的时间呢，预计是5个小时左右。这条线路的开通呢，结束了普洱和西双版纳不通铁路的历史。就在今天下午，和昆明的复兴号对开的是万象的澜沧号。现在呢，我们通过画面能够看到的就是澜沧号离开万象站的场景。澜沧号列车呢，它看上去非常熟悉啊，它完全采用我们中国的这种复兴号的成熟的技术平台，同时呢，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设计和生产的。澜沧号的这个名字呢，取自老挝的古称澜沧王国，同时呢，也寓意中国和老挝有一衣带水的澜沧江。那么澜沧号呢？它的运行呢是从万象到莫丁，全程运行时间呢是3小时左右。
那么现在呢，列车出发以后啊，应该说都在运行当中，目前还没有到达第一个经停车站。我们了解到呢，像老挝段今天除了这个首发列车乘82次从万象到秣丁之外呢，还会开一趟从秣丁到万象的乘81次列车。那么对于昆明火车站来说呢，我们从中国铁路昆明局了解到呢，今天除了首发车之外，还有4趟。距离我们发车时间最近的就在我的右手边，我们看到在3台这个地方，能够看到再过10几分钟，在17点20分左右的时候呢，会发从昆明到西双版纳的列车。那么后面呢还会再发3趟车，有2趟呢是在昆明，还有1趟呢是在昆明南站发车，也就是从昆明南站的高铁站发车。今天最晚的发车呢是18点35分。大家看啊，在我的身后呢，还有一趟货运列车。我们了解到呢，目前啊，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呢，目前从昆明和万象的发的列车呢，都是只能到达各自的边境口岸。但是呢，货运列车是可以在昆明和万象之间直接通达的。货运列车的运行时间呢是30个小时左右。那么据了解，目前啊，两国之间的这种货物运输呢，从昆明到万象，大概用汽车的话，大概需要3天到10天的时间。所以说呢，中老铁路的开通也正式开启了老挝的铁路货运的时代。好的，黄峰，以上就是我们在昆明火车站带来的中老铁路首发列车的最新报道。好的，感谢梁凯给我们带来的中老铁路首发列车的最新的报道。